去年7月，伫咧宜兰大溪兴隆路有发生火灾，造成2个人死亡。因为这个所在是无尾巷，路真细条，水灵车驶袂入去，而且巷仔内佫无水源，真歹拍火。今仔日地方是有进行会勘，自来水公司嘛同意伫咧今年先伫当地设立一座消防栓。 经过消防车实际测试，过铁记录了后，要挖入去巷仔底实在是伤下，无法度挖过。宜兰大溪兴隆路一巷是无尾巷，地方反映讲巷仔口伤下，加上巷仔底无消防栓，若发生火灾，巷仔底无水源，消防车佫真恶入去救灾，是真困扰。水线进来呢，也阻挡救护车进来。所以如果能够设消防栓呢，补给水从消防栓补给呢，道路畅通呢，救护车也会相对的方便清楚。 兴隆路一巷内底，差不多有住60户。去年7月份发生火灾，历史2个人罹难。迄当阵都捌发生过消防车要入去救灾真困难的情形，所以在地积极争取分跨车路，也个希望伫巷仔底增设消防栓，迟早再去办理会勘。 在会勘会对的时讨论，如果石沉大海，这个所在8个月大概拢我知，因为今仔咱是要来遮讨论是要安怎设置迄个消防栓部。火灾发生到大已经要10个月，不过问题从到大拢还未解决，原因是因为当地根据自来水公司的规划，也有编列的预算，要等到明年才会设置消防栓。原本是要明年的14年才要做，那迄当阮的政策是要做地上式消防栓，对，阮家的建议是看会使做地上式消防，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的维护成本。经过地方的争取，自来水公司同意伫明年进前，会伫兴隆路1巷安2个消防栓，今年会先安1个。 因为巷仔口伤下的问题，代替同意协助分跨，方便车辆入去救灾甲救护，安算9月份会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